大法官伫咧2019年的时阵，针对着一寡需要轮班轮休制度，说是违背宪法这个健康权的特殊公务机关，要求因伫咧3档内就要改善工时制度。今年3月底，相关的法律修正案已经伫咧立法院一读啊。不过，消防员的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这草案还有真侪不合理，甚至是无周知的所在。今仔日就咧行政院的门口召开记者会，要求政府就要重视消防人员过劳情形。职责补偿，合理工时。大满加班时数换家长的公文，消防人员提供拒甲拍破，表达不满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目前警消人员加班费上限是17000，但是基层消防人员加班时数会使达到180点钟，部分加班根本无得到实质补偿。现在台湾的消防员正在工作300到400多个小时，加上现在的疫情状况底下，更会让我们的工时更加延长。因为4至785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我们目前是没有工时的框架保障，我们的加班补偿也是不对等的。促进会要求行政院表态，加班时数袂当换成家长，而且废除加班费的上限。嘛讲基层消防人员每个月工时达到360点钟，要求中央提出消防员伫合理工时之下需要的人力甲预算。但是行政院甲消防署代表是无做出明确回应，所以连演绎的时间都无法告诉我们，相关的规划都不是。要看最后里面我们高层跟立法院里面整个协商的一个共识，才有办法去做出，确实可以做得到，我们才能对外做承诺。绝对不可能说现在的工时再往上增加，我们一定会往下去调整。3月底的公务员服务法甲公务员保障法修正草案已经一读，过1个月就会进行党团协商。消防署表示，目前正在进行工时试办计划，5月份第1阶段就会结束，估计伫迄时就会有初步结果，嘛会甲现场诉求查登去建议。记者郭君长随台北报道。